大家看清楚，佢來看風景嘅呢，就看嘅天呢，講拍的，作為安檢以上，我有冇講極其重啦？安檢以上，前面嘅馬房係危機四方，左邊青龍，前面安台呢，你就拍扶手就安台，前面安台啊！拍扶手就安台，先兆冇到岸就錢財千萬貫，慢慢就左邊青龍站，左邊青龍呢騎嘅木山呢從近從少，會好嘅天有晚嘅臉上啊，嘅木山會見呢係戰掛，我有冇講咪夾卯日，我有冇講去夾風係日卯風係日風咯。我做啲夾卯日風，嘅閃風，嘅從小嘅風浪，買嘅用子啊，殺啊買嘅撇啊，所以講呢，嘅演夾卯風旗，我買嘅小啊，各位太師，我冇時買時間就評論得啦，記上個白劇。嘅天係高呢條船嘅，冇撇晒咯，白風掃頭。上面係劍身來嘅，太劍生小劍，喺做啥？劍身呢個嘅小劍呢，就攞我呢條劍身開喎。啱係做料嘅咧，睇你呢個就係半年嘅開發喎，我代表我半年開發喎，我冇代表近好年喎。我半年開發呢，我老話要句話講，合法。出工係冇合法就出七頭，我有冇講緊別地嘅話？真係講呢，而合法呢，我自選就重法啦，服住就重法啦，冇合法呢，隔到下門呢，你大家酷上路啲嘅，我有冇講？需要就夾，我買嘅呢話，嘅右邊拍扶我慢慢做，其實係拍扶做按嘅，佢邊按沙地。別人潛地，日身前呢係劍身海貨，撈地下嘅啲啊！等下我撈到喺下床照半睇，照半看。其實呢係等風晚嘅時候啊，等風晚嘅時候呢，所以講呢，老話講話說，衝鋒此期必殺，3日有事我買嘅用我買嘅得通。通就變就通，講唔就放喺行頭話變是放喺行頭，啲通是變喺行頭，通是放喺行頭，啲變是放喺行頭呢？大家呢，眼冇時買時間，今日落個彩牛㗎，所以講，大家就看咯，我要招下內龍，佢內龍喺度夾劍身內龍㗎，劍身刀頭係盲屋企，就太劍生小劍，嘅左右邊拍扶呢，其向呢殘狀重壓地就保護扶殘扶咗嘅，唔好講要重喎，外面要企係重，要重要反狀，固狀嘅固狀呢嘅天呢，就係半年數康呢，係師傅教我嘅呢，就合法嘅，但係佢 lift 上合法嘅呢，計得定下我啊講解本啲啦，你看到幾內龍嘅聲就知啦，嘅天晚嘅嘅啦，嘅呢一左邊青龍。左邊青龍呢，佢底下的，隔邊咧白劇，白劇呢，白劇再撇啦，買個撇啦，一高冇就冇撇嘅殺到啦，底冇就撇到殺啦，劍身開武佢就撇到殺啦，所以就撞地啦，嘅天，其他風浪就講冇嘅你，按劍堂冇講緊其他啲啦，嘅按劍堂冇你哋啦，嘅天呢，所以再撞地嘅堂曲，我放大俾大家看。而呢個樹上呢，近時呢個事，呢個樹上是呢個事，呢個樹上，老話要句話探風唔上，我冇講呢唔係上啦，而係樹上先呢個樹上先，呢個樹上先探風就唔要上啦，前面嘅馬蜂敗啦，我都冇事用，老話講咧要靠用都冇事夾啊，2萬嘢，我冇事買書啊，整件仔冇講緊喎，我冇事買書嘅喎。我就拍本大家選上咗喎，係啦，
我個就慢慢行落去山，其實呢係劍神殿嘅太劍生壽劍嘅小劍，嘅小劍呢就係劍神海王。你看嘅兩世大家就看到啦，冇講買啊，我冇飲個老梗船乜樣噶，老話我哋看到就啲啊，你滿看白書，嘅天呢，買呢上呢撈過呢就望到啦，啱先馬山就上過就撈過嚟啦，左邊青龍，嘅木山漸漸嘅會記東方記第四啊，遠方啊，遠方要近第四。遠某夾房要第四，我買個 lift 呢，買個皮薩呢，其實登峰呢，你買個皮呢，所以講呢，大家呢嗌冇事買少錢，其實冇判仔喎，要判嗌就買，你就冇看嗌視頻嘅喎，我冇講冇判冇看嗌視頻，然後要總之大家交流呀，爭下半年看法，書上大家看咯，嗌就周日嘅劍神海喎。劍神海喎啊！其實天呢係放要儲裝來做吸人嘅樹上噶，儲裝吸人嘅樹上有啊，但係捏錯了啊！跟人都錯啊，嘅子孫嘅福分你有人多就人多貪腐唔想要機會冇怪啊！老話講都偷肉都冇食夾，唔食夾埋有啊，夾酸菜我冇怪人啊！左邊青龍呢，也從泰安要故障片裝泰安要故障啦，就呢乃會記踢過嚟話，右邊泡芙嘅重故障嘅，其實係嗰隻夾風，我諗亂記啲聲嘅夾風，嘅頂風冇夾風。